继续来看中央机师批评公司唔加薪水，违法去请外国机师当咧罢工投票，讲上紧过年就要罢工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，已经成立应变小组。因旅行业者是呼吁政府2019年时航机师就要罢工，嘛就是咧过年造成机场大乱，希望这届政府爱详细处理。老聂，可以问一下工会的事吗？机师扬言要罢工。面对罢工的问题，长荣航空总经理孙家平并无做回应，又通知机师职业工会发动嘅长荣机师罢工投票，后礼拜二就要开票。工会有讲，上紧伫春节罢工。交通部长王国材早起伫咧参加民航局局庆的时阵，甲长荣航空董事长林宝水有交谈。王国材证实，两个人伫前一天就通过电话，已经请资方加强沟通。交通部有请民航局成立应变小组，22号的罢工投票的结果先看哈，然后另外罢工投票后，如果他们的宣布嘛哈，那这段时间我们跟时间赛跑哈，持续请长荣的这个资方赶快跟他们做一些协商。即便若是罢工，拄好是春节旅游的旺季，旅游业者担心解封了后，航班恢复已经超过70%。虽然技术工会讲，若要罢工会提前24点钟过宣布，不过一定也是拍乱旅客行程。业者希望政府一定要好好处理，唔通再发生2019年华航机师春节罢工的噩梦。像上次华航的机师罢工，它历经了7天嘛，160个小时。那总共影响的旅客是27000人次哦。那整体直接损失，包括航空公司跟机师的直接损失，到差不多6亿多。旅行团呢也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。在2019年华航机师发动罢工的事件，是经过7天4轮的协商才结束。交通部强调，长荣航空在最近已经宣布年终奖金6个月，资方有小出善意。希望甲工会意见袂伤大，交通部会请长荣资方全力协商，尽量莫行到罢工这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